第一間就係 Warwick 啦，其實佢都有分3年同埋4年制，但係如果你有心想之後做研究啦，你可以揀4年嘅數學，你申請咗3年嘅課程之後想變4年都冇問題。呢一個咧佢哋係有彈性嘅。第二間就係 Bristol 啦，你有報到 STEP，佢哋有機會咧可以降低你嘅 A level 要求㗎。去到第3年咧，分開3個部分，第一部分就係純數，第二部分偏向 computer science 為主嘅，最後一個咧就係咧安全 security 為主。第三間 Edinburgh 嘅 Heriot Watt University， 佢嘅特別之處啦，佢係 Maths with Finance Diploma in Industry， 係有1年咧要你去工作，我哋咧會另外咧就俾一個 diploma 你，證明你真係學咗嘢。最後一間啊，呢一間就係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， 間大學嘅收生要求咧就係 CCE 或者2個 B 就可以入到噶啦，所以變成今日我介紹嘅大學入學條件最低嘅大學。